自我實現100挑戰第81日。咩嘢？好似啊，成日有幻想死，我一起身就淨得我同呢，到而家都冇人翻嚟，好痛苦咗。到而家都仲係得媽咪同阿仔。今日我有寫咗一個 project， 一個大 project， 一個好可行嘅 project。紋身爛咗，然後寫咗一個大 project， 同埋寫咗一個大 project， 然後就同阿仔捉咗2盤棋，我贏咗一次，媽咪贏咗一次，冇錯。然後我真係用一個馬就食咗佢嘅6隻棋、7隻棋，跟住後尾我養咗佢隻馬，然後今日係嗰個樣啊！做嘢啦，自我實現令到我哋越嚟越專心。我哋第一次一齊啦，拜拜。拜拜。